故事出了15周，到了饭里12年，11个初岁，还有苏州3趟大水分歧。那么个开店当老板，姓王叫王氏王氏贵，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哎，看这个脚头有个3姑娘的12岁。哎呀，这张面孔的标志啊！送来份看见，一打听嘛，部门外头有啥顶？上你们栏杆屋谁多在谁知这个人？哦哟，这岗屋屋里向有啥漂亮的姑娘啊？搿是要弄大水了，搿种这岗嘛呀，那就好的了。回到屋里向，马上就怕佣人什么去谁多少，谁吃最说的嘛谁没有酒精啊？那么佣人出屁头去什么？总是那个最高屋谁多少先生？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谁多少今年53岁。那么隔壁嘛店档，还他妈洗了房子，那么佣人到里向去冰了呀。搿老板说还来张望给你。王氏国徽州人，那佣人打到屋里向嘛，冰冻个。说的。谁多少来的？有人了。啥个么戏啊？啊！县大早是哪叫啊？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啥的？个县大早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哪个？就是哪个个长命阿爸。咁你的愤怒能配不来？啊，不好叫县大早个。可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上呢？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对。咁么老先生来的，老先生、县先生来让大门外头。哦，县先生来着。来着。咁么领导，来呀！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是的，隔壁店档，还到是落手头上门呀，上门开。东高出去在。王氏打到外头一看嘛，谁都在厉害了还，这啥店里忙啊，会得散出来的呀。最讲我多再改，可长样个男为是很漂亮，也真相互上的。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那里徽州人往里嘲讽，那里现在老先生传啦。你是帮第二的为啥过的呀？你是来你老板？那啥么子？吃了。这个老先生，苏州人说起嘛，亲在。哦，苏州人拍的嘛，亲在。俺的徽州人讲起嘛，传啦。哦，苏州人嘛，亲在，你都徽州人嘛，讲传啦，像脱麻雀板嘛，是吧？亲在。个老先生亲啊，你请我请在里向15点5来嘛，外头东门关一关哈。哎呀，送茶，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领导，来呀！送参汤。那参汤是那个，来先生吃参汤了。那手机上放一放，这个老先生，哪一箱嗨呀？上么子？哪一箱嗨呀？把那门出来的。啥的？那冲我眉头嘛。那好了。门外嗨，跟人家嗨个。苏州人句闲话，家中面孔黑，定做火锅的，当然门出位。哎呀，个老先生，你来误会着。那。个苏州人是好，哪里是黑，哪里们呢？啊黑呀，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哦，苏州人还黑，你都徽州人还黑。啊哈，就是啊黑。对个喽。啊黑，就是啊哈。是个。黑个。哎呦，你比我黑得结棍。我看到浑身黑个噻，再黑我去要绑开了。是小娃子。这个老先生。哎呀，你是讲啷个天呀？那孙老乡不在一起上当啊？我做还是做脱个的呀，把那个穷读书人杀得起个的呀，身上杀短单。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就衣裳收下来句话，骗他衣裳啥，
哎呀，别去说你，别去说。那好，我只有带一模一跟随。哎，有两家的一男一女让出相骂。哦，还是夫妻相不慕。是个。那好，一个女的呢，急匆匆啊，搿边弄堂里出来，要到夜台地方参拜黄旗。哦，背到夜吃。汽车买的哦，到这个小女，哎，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急匆匆林子两边火锅没过嘴，一不离到牙去吃发了上个么子，那么一个发打三女个一上嘛，两边火锅没过嘴，打三摊，那位女个脱了男个白，男个脱了女个白，哦，弄不清爽，那么我顺道翻手着，为此两边追，我来为是吧？那么我闲话讲出来，因为身边嘛动力不大，那么你种人呢，白白讲话，搿闲话当。讲一堂说出来说实话那么我就身上一米海青脱下来嘛，总是额头底里压塌，被子两面火锅抹过去嘛，搿上风波平散。哦，是讲哎，啥个那个真是啥个斗胆，老板。哎，那么你开店当还有龙金波上当来批批个。有个。那么什么啊？什么就有个不来个也具人性的。啊，领导，来呀，到隔壁电档乡，到少峰县上去讲一声，弄一件救人性的天马的海清出来。那么老板，对决定要紧。哎，还有个，领导，来呀，这些弄一点乌绒棉这些一双水牛皮的必须啊。那么再当上马出来。哎，弄一双4面块的棉马。这谁都找黄头了，头龙像乌绒皮之间，身上像天马皮黑青，4面块棉马，乌绒皮同学，说得人家老套上一个，人有衣装，不有军装啊，老板啊。个人啊，可当白。对个。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看见你两高头是不啦？还是像摇儿子啊？还是像摇儿子啊？一样的。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啊！这王是有道理个，像那个农配置把我们就是上人阿爸这样，上人搭羊马是差不多，一样的。哎，这个老先生。个顺汤两吃的，来吃。个顺汤。哎，顺汤。哎呀，苦的啦！哎，顺汤嘛是苦的，苦嘛苦的，么子黑的。么子也黑啊？哎，猪个呀？猪个吃是补血了活血啊！哎呀，这是没猪个动力，那么吃个口个么子呢？补身体个，补血了活血个。补血活血啊！哎，根本用不着吃个种么子个呀？你吃啥么子呢？活血呀！哎。我有啥比方了还？啥个比方？活血呀是。吃酒啊！一吃酒面孔羞凶嘛，还是活血的啦？不对个。吃酒嘛，个面孔红一些就要抬脱个咯。我红不起再吃到一种发抬嘛。哦，这个双身体个。我都忘记脱的。本人讲一下子我要去吃醉一个，我忘记脱的，等你再问吧。老先生。凤凰搞个鸡来呀，把喝牛猪的醉是听不清吃醉。不是个，今朝俺的顺心顺意请来喝酒个，今朝请俺家个。牛猪的醉是吧？我家子请的吃原猪的酒是，来。来，刚有喝这个，也吃的叫牛猪的，牛猪的。俺家请的吃牛猪的。哎呀，个领导，来呀！贵州下去，南方给你打扫关键。南方给你打扫关键。领导来呀！到四方给你去贵州。阿吃软骨，狗吃本子啊！老板啊！阿吃牛狗，狗吃盆子，搿么年轻啥么子呢？这个老先生啊，数据能讲起来呢，1、2、3、4、5、6、7、8、9、10。那么俺的徽矩能讲起来，2、2、3、4、5、6、7、8、90。而且软骨就是1只软骨，狗吃盆子就是9只盆子喽。我数据讲起来1、2、3、4、5、6、7、8、9。哎，那么你都讲起嘛？2、2、3、4、5、6、7、8、9。哎，对。阿吃软骨是1只软骨，狗吃盆子9只盆子。对。说到这里该有头了吧？哎，真顶。哎，亲仔。数据拍的嘛，亲仔。俺的徽矩能讲起嘛，唰啦。哦，数据你们亲仔，你都徽矩你们讲唰啦，像脱麻雀板嘛，是吧？亲仔。个老先生请啊，你请我请代理想15的我来嘛，外头东门关一关哈。哎呀，送茶，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
领导，来呀！送参汤。那参汤是那个，来先生吃参汤了。那手尽量放一放，哎。这个老先生，哎，哪一想嗨呀？上么子？哪一想嗨呀？到你门上来的。啥的？你冲我眉头嘛？那好了。门外嗨，跟人家嗨啊！苏州有句闲话，家中面孔嗨，定做火锅的。到你门上来。哎呀，个老先生，你来误会在。那。个苏州人是好，哪里是嗨，哪里么呢？啊嗨呀，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哦，苏州人还哈，你都徽州人还嗨。啊哈，就是啊嗨。对个喽。啊嗨，就是啊哈。是个。嗨个。哎呦，你比我嗨得结棍。我看到浑身嗨个噻，再嗨我去要绑开了。是笑话子。你当想到少峰先生去讲一声，弄一件9人行的天马的海请出来。那么老板，对脚定眼睛。哎，嗨个。领导，来呀，这些弄一点乌龙面这些，一双水牛皮个必须啊。那么再当上马出来。哎，弄一双4面块个面码。个谁都找黄头了。头龙像乌龙皮之间，身龙像天马比黑青，4面块面码，乌龙皮同学，发得人家老套上那一个，人有衣装，非有军装啊，老板啊，个人啊可当白。对个。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看见你两高头是不啦？还是样摇儿子啊？还是样摇儿子啊？一样的。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啊！个往事原来的个，像那个农配置把我们就是3人阿爸这样，3人搭样嘛是差不多，一样的。哎，这个老先生，个参汤啷吃的？哎，来吃。个参汤。哎，参汤。哎呀，苦的啦！哎，参汤么是苦的，苦么苦的，么是黑的。么是一黑的。举个呀。举个吃是补血了活血的。哎呀，这是没举个动力，那么吃个多口个么子呢？补身体的，补血了活血的。补血活血啊！哎，根本用不着吃个。又来了。啥个么戏啊？县大枣是你来教啊？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的？个县大枣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阿个，就是阿个个长林阿爸。咁你的愤怒能配不得？不好叫县大枣个。可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呢？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对。咁么老先生来的，老先生、县先生，让大门外头。哦。县先生来着，来着。那么领导，来呀！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是的，隔壁地道，到是落手头上门呀，上门开。东高出去在，往谁打在外头一口嘛，谁都在厉害了还。介绍店里忙忙啊，为得写出来的呀。最讲我多在给，可长样个男为是很漂亮。也真相无上的，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那里会就连往里嘲讽，那里现在老先生唰啦。你是帮地，你的为啥狗的呀？你是来你老板？你耍么子？唰啦。这个老先生，苏州人说起嘛，亲在，狗是出了15岁。了饭的12年，谁个出身，还个苏州石头的大些分子。那么个开店当老板，姓王叫王氏贵，在苏州部门外头去12岁。看这个假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哎呀，这张面孔的标志啊！送来份科技，一当天嘛，部门外头扎定。啥你们来讲我谁都在谁知这个人？哟，最讲我
屋里向有啥漂亮个姑娘啊？搿是要弄大水的，搿种最高嘛呀，那就好的了。回到屋里向，马上就怕佣人生气，谁多少？谁吃最少的嘛谁命最轻呀？那么佣人出屁头去什么？总是那个最高谁多少身上？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谁多少今年53岁。那么隔壁嘛地当，还他妈洗了房子，那么佣人到里向去冰了呀。搿老板说还张望给的。往事过挥之年，那佣人打到屋里向嘛，冰冻个。说的。谁多少来的？这个老先生。哎呀，你是讲啷个天啊？那孙老乡不在一起爽当啊？我做还是做铁个的呀，把那个穷读书人杀得起个的呀，身上杀短单。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旧衣裳收下来句话，骗他衣裳扎扎。哎呀，别去说你别去说。那好，我最大一模也跟随。有两家头一男一女郎出相母。哦，是夫妻相母。不是个。那好，一个女的呢，急匆匆啊，搿边弄堂里出来，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王旗。哦，不有到夜吃。汽车买的哦，到这个小女那么搿面弄堂里也出来个人，急匆匆拎着两杯火锅蘑菇醉，也不离到夜去吃发楼上个么子。那么一个不当时女个一上嘛，两杯火锅蘑菇醉打三摊。那个女个吐了男个白，男个吐了女个白，弄不清爽。那么我顺道翻收拾，为此两杯醉，我来为是吧？那么我闲话讲出来，因为身边嘛动力不大。那么你种人呢，白白讲话人，搿闲话当。讲一场说出来做实话那么我就身上就厉害劲拖下来嘛，总是压头地里压他，白子两面火锅蘑菇就搿上风波平息。哦，是讲啥个那个真是啥个斗胆老板那么你开店当还有同钱把上当来批批个有个那么什么啊什么就有个不来个也具人性的领导来呀到隔壁点那佣人打到屋里向嘛冰冻个说的谁多少来的？又来了？啥个么戏啊？县大早是你来叫啊？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啥呀？个县大早那个暖屋杜姑娘配不是俺个，就是俺个长命阿爸。那你的愤怒能配不来啊？不好叫县大早个。不叫你谁多怎么叫你上呢？应该叫老先生和县先生。对。那么老先生来着，老先生、县先生在那大门外头。哦，县先生来着。来着。那么领导，来呀，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晓得，隔壁地当，还到是落手头上门呀，上门开。东高出去在。往西打到外头一看嘛。谁都在厉害了海，介绍店里忙啊，会得散出来的呀。最讲我多在开，可长样个男为是很漂亮，也真相互上的。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那里灰就连往里嘲讽，那里现在老先生出来，那你们呢？啊嘿呀，这就是啊好的意思喽。哦，苏主任还好。你都会主任还嘿，啊哈，就是啊嘿，对个喽，啊嘿，就是啊哈，是个，嘿个，哎呦，你比我嗨得结棍，我看到浑身嗨个噻，再嗨我去一绑开来，是小娃子，这个老先生，哎呀，你是讲啷个天啊？那孙老乡不在一起爽当啊？我做还是做铁个的呀，把那个穷读书人杀得起个的呀，身上杀短单。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旧衣裳收下来句话，骗他衣裳扎扎。哎呀，别去说你别去说。那好，我最大一模也跟随。有两家头一男一女郎出相母。哦，是夫妻相母。不是个。那好，一个女的呢，急匆匆啊，搿边弄堂里出来，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王旗。不有到夜吃汽车买的。到这个小女。那么搿面弄堂里也出来个人，急匆匆拎着两杯火锅蘑菇醉，也不离到夜去
吃发了上个么哦子，那么一个发当时女个一上嘛，两边火锅没火嘴打三摊。那我女个秃了，男个白，男个秃了，女个白，哦，弄不清爽。那么我说多别说噻，我也是两。错了。你是帮地，你的为俺狗的呀？你是来你那边？你耍我是吃了。这个老先生。苏九能说起嘛，亲在。哦，苏九能拍的嘛，亲在。俺的徽就能讲起嘛，唰啦。哦，苏九能嘛，亲在，你都徽州你嘛，讲唰啦，像脱毛就白嘛，是吧？亲在。个老先生亲啊，你请我请得里向说不定我来嘛，俺对东门鬼哈。哎呀，宋主，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领导，来呀！送参汤。那参汤是那个，来先生吃参汤了。那手机上放一放，这个老先生，哪一想嗨呀？上么子？哪一想嗨呀？把那门出来的。啥的？那冲我眉头嘛？那好了。门外嗨，跟人家嗨啊！苏州有句闲话，家中面孔黑，定做火锅的，当然门出位。哎呀，个老先生，你来误会在。那，个苏州能是好，哪里是黑？狗是出了15岁，了饭里12年，11个初岁，还有苏州3趟大水分批。那么个开店当老板，姓王叫王氏贵。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看这个假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哎呀，这张面孔的标志啊，送来份看见，一当天嘛，部门外头有啥顶？上你们来讲我谁多在谁之这个人，哦哟，这讲我。屋里向有这样漂亮个姑娘啊，可是要弄大水的，这种最高嘛呀，那就好的了。为得屋里向，马上就怕用人什么去谁多少，现在吃最说的嘛谁没那酒精啊？那么用人擦屁的去什么，总是那个最高谁多少现在，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谁多少今年53岁。那么隔壁嘛店档，还他妈市场房子，那么用人到里向去并了呀。搿老板是还张望给的，王是个徽州人，我来为是吧？那么我闲话讲出来，因为身边嘛动力不大，那么你种人呢，白讲我呢，搿闲话当讲一堂，说出来做实话的。那么我就身上就面海清脱下来嘛，总是额头底的压塌。被子两面火锅磨破碎了，搿上风波平息。是讲。啥个那个真正啥个斗胆，老板。那么你开店档还有同钱把上单来批个。有个。那么这样啊，什么就有个发来个要具人性的。领导，来呀，到隔壁店档里向，到邵峰先生去讲一声，弄一件救人性的天马的海清出来。那么老板，对家定要紧。还有个，领导，来呀，这些弄一点乌龙面这些，一双水牛皮个必须啊。那么再当上马出来。弄一双4面块个面码。这谁都找黄头了，头上像乌龙皮之针，身上像天马皮黑青，4面块面码，乌龙皮同学，说得人家老套上那一个，人有衣装不有军装啊，老板啊。个人啊，可当扮。对个。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看见你两高头是不啦？还是像摇儿子啊？还是像摇。